打酱油了。哦，你们是有在看，你是有过来听课吗？我前2期没有在。你好，不好意思，应该是喜欢音乐剧的吗？还好吧，我是主要就是工作，然后慢慢的在努力学习跟接触的话，喜欢还是喜欢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种对特别狂热，喜欢但还没有到那种很超级程度。喜欢做小孩子，人家特别想做。因为我小时候跟奶奶在农村嘛，然后喜欢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吧。皇上征讨为苦，他火箭生，先抛说来把新城中举国欢庆，都是大辽开国以来所未有过的旷世功业，来上秀。
长情共情，满手红颜壮志吹，正月人马滚东黑，看地不山呐，又唱词了，当作是。王朝，曹大亨此番此阵，你也辛苦了。老臣立给小命。启禀皇上，西夏平日有人搜索我兵棍，抢取牛羊，还抓取不少，大喜。西夏尽管此妙事臣，臣是当他王位。我操！西夏屡屡犯我边境，请皇上下旨，即刻发兵消灭西夏。即刻发兵，对，即刻发兵。征讨为伍，此劳兵法。怎该休养生息，不可再起生死啊！嘿嘿，征讨为伍，他我见身，这死情可用啊！皇上，此事不准更改后事。赵王，兵来凶器，杀敌一千，死生八百，怕了连年用兵，国力不济呀！哎，萧大人言之差也，向我踏了国力雄厚，长令冲着兵东将官，洪水东林。这是团公毛巾，不可理喻。皇上，既然萧大人不愿出征，臣愿大兵出征西夏，滚叫那西夏大狱，臣我与皇上降下。兵权送起，不用轻易，理当严惩。好了好了，因为女生为不必争论，朕事已安排，其实两位听命就是了。皇上，立功所愿，皇后宣堂已久，朕已给魏公去见了。臣恭送皇上。皇上为公。萧大人，你饶卖年糕，经常在这种情况就会谢有谢比较公平的啦。言行你给予兵权，极辛苦之。若死岁寿，长命空虚。老夫送你一句话：玩忽者便是本。
本来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可了？皇上此正所言，臣妾死也不完。今日见到皇上，不知怎么是幸福是情。哎呀，真像个孩子。孙能说建议。不用，朕鞍马劳顿，只想好好歇歇。唉。曹王毛遂事件，要带兵剿灭西夏。你说不？接连作乱，两国人当日真地面，吵闹闹，都不把朕放在眼里。臣妾替叔父备罪。此事与你无关，朕这是来了。皇上。此阵素夜静谧，风餐露宿，大我醉。好容易推荐太贵，贵上亲，恰又是烦忧来。难安心，朕起身攻击卑微，却难分皇上心所欲。身冠皇上，身全累累，一丝心痛。到了现在都没进。多生能喜，是真天气，自断人。观音啊，我时有真操心。为朝政不伤身，怎要花前我相亲也无虑不成婚，怎要你嬉笑颜开换身旁。皇上，偏是那人间之乐，好光阴。臣妾思念皇上。
这是征讨魏国带来的报份，名叫交小姐。焦小姐，哇，刘华，这是私语，是真的心愿与情，生生世世，皆同心。同心不过是徒有虚名，向我大了所计，还需要一个真正的因素。苦心经营，才与真。
皇上承蒙大郎，娘娘一言，仆人一句，得圣颂。你不是比马高岁吗？是我向娘娘取经，要你前来当面担罪，担得好，皇上为来军情献计；要是担得不好啊，怎么？坐牢4年。少平爷，你真老实，我是偏偏的。娘娘隐私中啊，是因为年纪，你不用怨他。来，启禀娘娘，有公嫂已算到。顺德明嫂第一担罪得胜所死。少平爷，这是得胜所取过，千万用心。是。王儿娘娘，小民一定用心担罪。对，是这样的。
清明当年的时节很像的。长得。没说他没身段，就是没身段没气质。娘娘身居为公，这样子刀兵受之不
后，若是俱分呐！你快不要胡思了，还不快快向娘娘谢秀明没有无伤，烈女自重，色色绝空。顺德姐姐，你不也是遭遇乱兵，流离失所，才进宫的吗？顺德，你。 皇后一点都不知道吗？这个逻辑是。娘娘啊，离乱口难诉，留一小命盼天水帘，辗转盼。
他在宫中一夜。这是什么话？少爷这不过叫娘娘胆怯，怎么会这样的传言？是谁在做事？说到少爷，顺德妹妹就失绝了。哎，说真的，你和少爷有明了吗？还没有呀。此时还需积极相助。我能帮什么？积极掌管这公主雅房，是少爷的侄子。请积极对我问一问，他心中对我倒是有心无心。呀！天不怕，地不怕的顺德妹妹，就算不管时机当面问，无法有我这个姐姐，这你为什么不管的？这是姐姐，是掌管她的侄子，我怎么好跳过姐姐你？好了，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严肃，还是当面露对面过。你自己亲自去问我明白，也是的事情不行，怪在我的身上。你看他不是来了吗？你自己去问啊！姐姐，少爷，你在做什么？是转灯姐姐，是我没有看到。一言一语，你万不可违法，谢谢。睡不着，没有想到娘娘竟算是此提前明日。娘，见了一次娘娘，你眼里只有娘娘了。不，也都是转灯姐姐关照。不知你什么情况？不知姐姐要什么？有什么？不大有气质啊。我去问你，你能听我什么？曹爷也无所谓，倘若姐姐愿意，曹爷愿将琵琶技艺传给姐姐。算得为国公比，有什么琵琶技艺？我要。什么？你到底是真的，我是装傻。琵琶是王位在，恰逢我的安心开，万里如是好自他非今日是心愿少心生自从你被征是空月方上听听暖暖，谁冒上天身中人心在你。几阵风路子遥。
他，我论讲黄金姐姐黑我，姐姐，我也避免惹是困境，是我杀得了。是摊上了稿子。叶灵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平生从晚朝礼与娘娘唱的琵琶到天明，你也知道这事？宫中出了怪事，怎么问的古城早就传开了。意思是他对娘娘有什么忌惮之念？他娘娘对他也是若举还疑。说娘娘是非心肠，连连滚脱，一言避免，万不知为绝。这样说来，事情确实蹊跷。连算等也看出端倪，这曹一也真伪不知。在他心中，你与娘娘所起所从。算了，你是娘娘心腹，你应该劝诫他与娘娘。这也不好明示的。哎呀，我去早劝阻，只怕大祸在后。就连你与算等也拿到关系。先生，有什么法子能劝阻？下旨曹李，使他这夜不管对娘娘有绯闻之念。好，这样一来，顺德妹妹与曹魏也亲自苦审，娘娘也避免一桩丑事。姐姐，此事我要拜托你。哎，亲自不给分量，曹爷颇为听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是曹王心腹对事，哪谁拜托你了啊？他攀附娘娘，虽前途覆灭，可我手中才没有1-2千万整，只怕难一下子曹爷呀。这是曹魏的损失。稍等，你和娘娘在上面提几个字，我拿去给曹爷看，我叫他闻飞爬上。王爷，你叫娘娘贴身之本，去一节来。亲自，你太太放在曹爷的房中，这样假戏真做，才能实实下台曹爷。这万一背身之下，岂不是害了曹魏？只要你们不讲，我保证此事不会被骗成知晓。对，曹魏也是不会生子。不，算了，这也是为了曹爷。他与娘娘在纠缠不清，咋被皇上知晓？娘娘最多猜到这把，可曹爷只要莫能灭了。曹魏又在当你罢了。莫非这就是所言的李鸾空？这曹爷心中是只有娘娘啊！爷啊，待我寻机，将娘娘的究竟我第一次取来。这就对了。不过，你可不能将曹魏爷吓出病来。放心，放心，去吧，去吧。我这就去禀告曹王，曹
毕业于小观音长夜地吧，到天明。等我东西到手，小观音不死也要被废。曹王更年，我就是第一功臣。没有任务看戏，戏不好看，我就是有任务看戏，就是在人看剧院，看主演曹王的孙到会场，阴阳怪气花断肠。瑟瑟我往日清风照呀红，长夜琵琶到天亮。金砖丹冠一公会，真这脸的黄，真与往日心的长。小时辰无风作一景，开荒臣妾即将来此，请皇上恕罪。王妃，快快请起。皇上，初夏草原萍水的美，皇上怎么打算回宫了？朕一时才害怕冷落了皇儿。皇上爱说宫中有不是，是臣在外，谁可以哟？朕的早为公，是因为少王。少王打算棍刀为上，事情要带兵出征西夏。皇上的意思？朕早就有意灭了西夏。开足开国，功灭间，开疆拓土，生成年。谁计算真实与臣，英长的天下间。大宋三镇当相拼，为了大辽的中天。真要表先祖创下不死功，你心下是尊愿，青史传颂真言。不打了连年口腔出大名，故里虚空明了义。上子兄弟有真心，这他出丧不怨气。错了。
所图，何时我用你操心？从前南宫君王姓，接连送算定心。皇上，臣妾今日又得了兴趣，皇上要不要听听？好，好，朕听说王妃近来古练琴技，朕倒要听听有没有长进。是。皇上。王妃，王妃，皇上，这是什么曲子？此曲名叫《离乱谱是王妃所作？》，是新来的杨公少爷所作。曲中之音是他亲身经历，皇上啊！气死了！神光不辞宁亲言行，你可知宁心有多少爷本是家乡亲，人生传对我一山推门迎。他言道家乡父老思不完，瑟瑟举空起了劲。恳请皇上在朕心下怪不得少王以恭维，看我来他对呀公真怜，心头不言，万里云。我的深情，皇上，与江深。天子心情出来不
姐当年走了。真有满朝吩咐，不用听这个诫命，胡言乱语，诽谤朝政。皇上，臣妾为少婢所将私色情，皇上反反不哭，偏听偏信啊！王后，这不是家事，这是国家大事。国事之中，关系君臣分明。
已给将生了。今后为民，嫁与不嫁，我因自己。那我来做主，放你成功。奴婢不愿成功，这是为何？奴婢难杀。娘，更何况奴婢家中也已经一无所有了。你不用担心，本宫赐你家长，赐我家长。娘娘这是不是心上？这是什么？娘，曾见娘娘是悲喜，一字不要紧。我女娘娘是大了才女，天下闻，是话称心人，恩赐娘娘亲随从。彼此是为到家乡傲世人。想不到小事比心爱人，如果临归郎好，谁去此真？是你们富春藤。娘娘，为孙爷，请娘娘立正孙爷，待我斟酌。娘娘，曾经听我演讲，今日换讲一本，有个幻望，十分宠爱的少妃。他不请我前去，叹息不尽。黑公这树上家长，大云山雨不去我，必有自己一片月，怎会飞鸟生朝阳？多谢娘娘，多谢娘娘。曹皇，你真厉害！才为上说了几句话，就让皇上将曹明爷抓了起来。可笑皇上，明明在吃曹爷的醋，却要我以诽谤曹爷之罪将曹爷处死。这样说来，皇上是不想追究小官人喽？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审了。只要曹魏公丑娘娘的事情，皇上是想无情无不死，不得不承小官人。这样一来，都是皇上惩戒我们。皇上，英明啊！英明啊！哦！待曹魏爷，待曹魏爷，小命冤枉啊！曹魏爷，本王
王是风之神的，风之，你懂不懂？就是皇上要是你的谁，你不要叫什么冤枉。大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诽谤朝廷，谁哪有这个胆量？只要诽谤朝廷，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小民虽无负己之力，只会弹罪诽谤，怎会犯下弥天大罪？嘿，就是弹罪琵琶之事。老爷，你与娘娘长夜琵琶到天明，你做的好事啊！你的神，我与娘娘，他真聪明，一言还要大声大。娘娘言得体明清，如今也高传天心，我功名可去落前，为生也怎安定？上母亲真才是将东西借他宽。是。少爷，自从你王中收出的是皇上赐予娘娘的交金。冤枉！我从未见过这交金，更不知是娘娘之宝。为这把算子，你总借过吧？这是我的算子，可早就送了你什么？恐怕是送神了吧？你送的那部神还在上面提了是。我实在不知是何人的事，这是你为娘娘写的诗。娘娘，曹爷爷，曹爷，快一不成，竟然荡动了皇后的芳心。哎呀，大人呐！奉诏普去阵亡阵，恐不归也。是何况宫殿之上，众我睽睽之下，周围的是真经。大人，小民死不足惜，万万不管诬陷娘娘。你还敢叫你与我打？不要与他多啰嗦，算灯，算灯。跟本王让你去劝劝赵爷，叫他照顾我呀。本王保你平安无事。讲皇后呢，还是讲他呢？李黑我已经给你讲过了，自己亲自的命也在你的嘴中，你可掂量掂量。叶婆，你。赵爷，叶婆，你不能答应我。孙登姐姐，
红丝线，想不到孙进到了他的手，他竟然将我救曹李，传等对你是一
天真地，他的话你终于听了吗？严父，你这才说，看，给我话。然后就贵妃被杀了，然后故事结束了。都没杀人。他这个叫什么？老生。没有。然后待会儿贵妃肯定还有一段唱，然后差不多就结束了。那还也是过得又长又臭。这个时候后半场。像那个包公的衣服加了个马甲。是云生长，谁生不见惯了须作香残洒血情。自从同与他生怀，谁知道世上欢愉是良辰。从别对到不猜想不到他君与阳红真情，换来神仙不难测。问真我家，测不是念测，是念谁人
有什么事？朕妾深夜见驾，请皇上赐罪。皇上，听说皇上命少王做那少妃。哼，这宫中的消息传得好快呀！皇上为了后事，要是少妃的罪。他诽谤少朕犯下私罪，是臣妾要他审理清苦，也是臣妾要他破例确实。皇上万万不可草菅人命啊！皇后，你对少妃爷倒是十分关切呀。不知皇后为何这样关切？我听说皇后与他上夜必把到天明。这个戏曲里有还是有男人的感觉跟女人其实蛮不一样的。如果让哪怕让徐明来演，他也不是难道这种感觉。难道秦母有事吗？有事不是，你心里明白。这些演员在上面这么多年，很好的那情的我，也只有河山万岁。大会为他们去争，不大为他们去争了，我还传对谁家的孝心小百合，人。皇上要夫妻相关10几年，你难道不知观念？公才10几岁，怎样的人？你变了，这样有点头重脚轻。我才是10几年前的观点了。你把朕的话当成二帮子，反将诽谤少朕之言奉为此的诚意心里朕，还不结一个情？皇上，臣妾有所问，事关皇上，怎能隐瞒皇上？夫妻本是一体。言字与天一体。明白了，我错了，言语匆杂，
天爷，这一切都是我的不是，请皇上原谅臣妾。借命犯上，一起给当场严惩。今晚与他商议琵琶，哼，一阵糊涂啊！皇上说得对，臣妾糊涂啊！也怪朕太聪明了，以后不可。起来吧，既然来了，就备朕喝几杯吧。来人，这王爷斟酒。皇上，就算已经原谅臣妾，再请皇上也上面少比一点死罪吧。喝不下去了。我以为你真的知错了，想不到你竟然是此为我他。皇上，臣妾都是匹夫少比也，还是为了皇上啊！一派胡言！皇上，当年登基那天，也是在这里，臣妾前来拜访，听皇上脸色赠予，说他为了这王位，府内不女离散，生死相残，世传统，将来一定要做个爱民事的好皇帝。一定要天下知道，皇上登基不是为了抢个王位，而是为了发现一名冠军龙爷呀！皇上，当年此言，你都放了吗？臣没有放。欢迎啊，欢迎！做个好皇帝真是太难了。你不懂，你不懂。是朕登基以来，内乱不定，少臣不过，每次阵营总有非议。今晚有人是朕没有天子之下，王儿啊王儿，他这君位不立，你将朕是我塑造皇位，你将朕是我这张这打了江山。此际连少尉这样的奸人，也敢在王儿面前诽谤少朕，真不是他天理难容。为了君位，是皇上无辜嘛？因为自己哪有什么不公？大王举荐。是。糟糕。
朕也已经传进皇上，娘娘。什么字？皇上，朕奉旨审理少妃爷，那少妃爷不但供出诽谤少朕，他还供出讲，他还供出与娘娘的私情。不是。皇上，朕送上回房中搜查的交小金。还是娘娘亲笔的指定送旨。皇上，这四国前朝女三子，今日不言私密。老爷，曹家子带领上月护军华，虽有此心一片云，深沉为了少年。将到天地间，重重的火心头牵。不能双手撕开，用将这荒唐的神眼前，明天还是许坚也过老六。所以我印象中他就是小生的老真配你喜欢暖费心思，真为你冷落宫花事言，真是皇位滋味相争会真不配意。送一句，真将那一口气三声分，红尘里将你将一起争，谁年身体生红颜皇上，朕心是冤枉的。不用再讲了，臣再也不信了。一个文言将功中臣归将臣，一字君王实在是心怀鬼胎，将臣作动，一丝一朝连磨面。皇上，你就别花言巧语，入敌中。皇上，皇上，妾皇上，就算是娘娘她犯了大错，你请皇上千万不要处罚。毕竟娘娘是一国之后，有关皇下体面。
早就被他死得粉粉碎了。像你这样赢得真本是英明结官手。皇上，臣妾是被人陷害的呀，皇上。来臣，将他当山门宫，迎着天亮赐他死刑。深夜节奏，还有什么事？少王爷黑王爷故我，皇娘娘牙公少毕业有事啊？就会有这种事情？父上，娘娘也为绝不会做出此事。你有所不知，皇后娘娘已被当成人宫谢了。就要被赐死，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事到如今，只有这样，我们速速联络少众大臣，上天求情。好，我们说先去联络，事不宜迟，大家分头行动。是。这个人很奇怪，因为他想没拿手，然后就慢慢就最后他就掉下来了，就笑了。然后因为在那里，他们对自己也有要求，然后各种各样的地方讲还是促进的。是这样，然后所以就说舞台还是要上的，要不然我就胖成这样。没有要求。要不然他会觉得我是这样的，别人也是这么看我的，我就得对自己有要求，对吧？所以谢老师你身材这么好，谢老师完全没要求。我经常觉得我老公的肚子。你按错了，再转。2层，或者说他这边这样一段就结束了，没结束，还要起球，已经2个小时。这个是经典的段落。所以明天晚上张雅芬他们就经典大家开始。他的故事很集中，我就讲香边小边，这个有点死。但是人不止。所以戏曲还是要一人一副。这点上不会像凤姐，她就会凤姐，别的人会出现，她不会出来这么大，她有点像那个狸猫换太子的改编版，就是那个太子
春天的这滴果嘞，我经常都是
为何今生变心肠？变心肠。天长，
跟过剑桥，生死世人皆可逃。中传真有私心财，我也该替他认为当天表。来臣，臣要去见王妃。皇上，皇上，臣有要旨禀告。皇上，请。臣听说小弟为了救陈娘娘，正暗中联络朝中大臣，要领先兴亡。这是无是好？这几年来，有多少臣急于争帝皇位，臣却不能让他得逞。可是小为他这张兵权，兵权是真借他的，既能借他，也能收回。皇上，皇上，请皇上收回神命，放了娘娘啊！请皇上收回神命，放了娘娘。启禀皇上，曹魏爷已经出死。既算曹魏爷已被处死，就请皇上收回神命，放了娘娘吧。请皇上收回神命，放了娘娘。皇上，爷们，皇上，真是天子，天子一言，岂可违抗？皇上有旨，送娘娘归天。小年轻，然后
能力还强，其他戏根本不会。那现在新的有言行编剧都讲很